这站网络顶是有真侪讲家己是专家，或者是在地农民的人，用这真小的介绍要请人去甲买水果的诈骗。这两天，这台南又有出现几两篇文章，这款诈骗是会传路定的网址予你填资料，拐你的验证号码。提醒大家，这连接就唔通好黑白点，则袂去互关去。 摕汤匙来挖，夹刀来切，影片内底一粒一粒水果青的裤内架，互人看甲嘴烂，强要滴落来。大部分民众讲，家己是在地台南人，代代毕业来种裤内架，一箱5斤850块，要买的人家己加好友就会当注文。因为台南大内是台湾上大的裤内架产地，咱实际甲影片摕来去问农会甲农民，大家一看到这款介绍甲数量拢讲，哪有可能？批发价大概伫个台斤伫100至110块啊。 啊，所以你讲网络上30块，这我看不出来啊。其实有一些早生种，就是它，就是花开的比较早，是少量啊。可是那个你要是还是要针对那个个别农友，他有自己有在那个直接栽培，然后去购买。其实那个量都几箱而已，不太可能有市面上说什么。 大出的那个问题，因为台湾的裤内架7月才会开始大出，即阵大卖介绍一斤上少嘛爱100块，大文顶悬一斤才30块尔，农民认为是骗人的，根本无可能有这款介绍。对此，台南市警方也证实，这是最近定都出现的诈骗手路，因伫顶个月底就捌接到民众来报案，想要到这2天又搁出现啦。卖家出示超商寄货系统交易失败截图，谎称民众因为通过实名认证导致订单被锁定。 连带卖家账户内的新台币50万元也遭到冻结等话术，远警听闻后告知此为诈骗，因而成功拦阻诈骗。警方表示，除了裤内架以外，进前慢慢用别啦蒜头的名义来拐钱，亲像这款用网址骗人路定注文，然后爱民众甲验证号码，填伫咧转销金额的方式，是这阵诈骗集团上爱用的手路。提醒民众一定要细致，连接唔通黑白点，才袂受骗了钱。记者李新武、柯家族、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。